民盛世处处春，浅笑丰年家家福。苏州地书场的书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是团团圆圆、热热闹闹，欢度除夕。我们苏州地书场从今天开始起呢，将去往各个评弹团来拜年，听听每个团当家人盘点一年来团里的大事喜事。当然，还有好看的节目要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苏州电书场春节特别节目《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上海评弹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上海最著名的繁华之地南京路上的上海评弹团。那我身后呢，就是具有30多年历史的著名的湘音书院。在这个书场，有多少名家响当，曾经在这里谈古论今，演绎今古传奇。哎呦！高博文团长来了！哎呀，高团，王来你好，你好。今天在那过得了，是个呀，你要吧？哎呀，谢。哎呀，我代表电视啊、电视搭大家来拜年了，这样。电视上帮上海平台这个联系非常密切，是的，计划年收着，所以要这次机会，要向你所有电视市场观众朋友们啊，拜个年，恭贺新喜，恭贺新春。谢谢上海平台的编辑个支持。哎呦啊，对，哪不够？哎，你到流浪去来吧。嗨，来，请。高团，在过去的2017年，你们团是活动多多，演出频频哈。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我们去年这个整个的评弹艺术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当然，首先我们上海评弹团还是在长篇当中，这个演出量是很大，因为评弹这个长篇是基本的形式啊。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新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中篇评弹林徽因。林徽因呢，这个问世之后啊，这个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啊。林徽因这个题材呢，这个人物啊，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知晓度很高，所以我们呢，利用这个优势呢，也是展开了在17年啊，展开了2轮的全国的巡演。我们到了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啊，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个包括贵州，我们从那个苏州保利大剧院首场开始，就是那个启动。那我有个问题啊，北方人能听懂我们苏州评弹吗？好多人有这样一个理解，好像评弹这个艺术啊，因为受无方言这个语言的限制啊，走出去好像不太行。其实我们也在做尝试，其实这个尝试其他乐团也在做啊。比方说我们到江西去演出大家都是先看这个题材叫林徽因林徽因我们看过电影或者有电视，这个评弹是怎么演的？他再去研究什么是评弹评弹是苏州发源的这样一个曲种，有江南的韵味啊，有丰富的底蕴呐，那么也是从间接的一个方式来推广了评弹那高团，我知道去年您还推出了您的作品叫《高博文说繁花》哈对，也是演出非常成功，很轰动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繁花》这本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它讲的就是上海人、上海市阿拉讲弄堂里向的点事体，闸口门里的事体啊。其实上海跟评弹的渊源是非常深的。民国初年，评弹到了上海之后，这个在上海生根发芽，这个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个用评弹来演绎这个上海人、上海市是非常贴切的。以模仿这个美剧季播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演系列剧，对，总共7集好像是总共7集所以还是受到了一些年轻观众的喜爱，非常有新意的我觉得这个通过像林徽因、繁花，我们都是把这些原有的双档重新组合，这样的碰撞呢更加容易产生一种火花。高团，您说到演员之间的合作我知道有一个作品你们合作的非常好，就是你和毛新龄一起合作的《迷宫鸣》哇，搭档的非常好，可以说是合作的配合默契天衣无缝的确，我们跟毛新龄的合作呢，倒还蛮多的。我们不是固定的双档，《迷宫鸣》我们是这个学习张建庭、张建国双档这对老师的这个节目。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高博文和毛新龄合作的《迷宫鸣》。用过，非最后生雨花龙，相公身边与你不是，每步靠义到汴梁关卡，立刻生死面露神色。给个一口不知阿谀希望的泪。
山东济南一个老虽然叫陈斌，今年的年纪58岁，有年读书，每逢考期到汴梁赶考王一大、市一大考不中，已经12大半考下来着。今年58岁，也是大比之年啊，也要进京赶考。高知部了，亲眷朋友侪来求生病啊，要考在要中了，60岁中，不中呢，再去考又不中的呀。什么意思吧？58岁让我考啥么一中，61岁我考不动这呀。那么那个盘算呢，帮忙，大家交点给我。个县长提请啥人肯交的呢？身边是3个，多屁事当我了，死他人。跟我死下来，都总要买点上点了，死不来花本我个咯。哎，有啥个点上点死不动的呀？不这不让我吧，因为铜钿才是交来的。每一个里点点分量来用，随了汴梁的城啊，高升卡在开支一只再小的桥房给石子下来。今朝早浪向点小你点心送来，陈平刚刚吃过点心。哎，门口的另还有一个人，啥人不是不认，谁是陈世美。师傅下来考上了金鹿福大学生，一当天对过往给。还是一位考相公还姓陈，想来问，离了门口门。钟兄，一听钟兄500年前是一家，陈兄请在。钟兄请了。请问陈兄那个大双春师妹，50世纪长之时，两袖齐眉之美呀。请问钟兄，你的大号是？我啊，遍地一身那个病啊！哎呀，妙极了，妙极了！沈兄请。一手。沈兄，两边呢还是来观看。真是。那么呢，来考子几大之家？我，对你妈非要出啥眉头的？考子几大考不中，没得考几大。我们还是初次呀。初次。是啊。那么两边神兄屋里向一定是书香门第咯。这个，哦哟，不里门的还是书香门第嘛，带有点内外人啥，屋里面种地的农民，那么不太对的了哦。陈世美个人虚荣心特别强，那么来门的书香门第，我就外头的是不是嘛？哎呀，内外人，你也不晓得，那么谁是书香门第？钟兄，说问小弟们，请讲。那我家本是举世香，西周手腕大，他是为我公正，情绪帅，我爱军人不太脏。两袖清风，扶他服，只有军师数十香。我是刚7岁读文章，刻苦学
女孩穿此非别故乡，给他打鼻梁，待遇军班地名姓氏乡，还用中野守正门乡，两个此非们，我的能高中的。看清对对，此非高中了这个，我生意大8分钟了，你谁看比呀？所以不要去心里个气啊，但有是此，但有是啊，宗兄，两个宗兄在这份章之上，已是下过一份苦功的吧？还是神兵好本来设计文章上的苦功噶，所以爱里也后来爱当里子。哎，神兄，宗兄，本人的读书啊，多多总要点点，多多了总要歇歇。侬个读书，从娘头鼻里出来，侬两抓家歪包子路，侬拿脱块西部手读书的。哦，足足拉拉，都是50年书啊，神兄啊！我50年来啥个忙啊，早早要过分呢。侬是谁敢不要敌人喷？地大天明，侬一起上。侬是趁机里大力虎开是分，我见你见识做得来后事。去几里等到忙几次送洋人，东几里晓得个分章水东家，侬是忙来忙去忙比上都是为子功名落路忙，侬那为了功名受人苦，死忙忙发苍苍，此呀同呀离口望侬比起功名恨强，倘如此口，我为不中，我以后你莫只够想。哎，神兄啊，侬足足拉拉读50年书，考生一大半载。哦哟，得不容易。像此非们，两百年定能一飞冲天。以乃真口，好是以乃个真口啊！哎，神兄啊，考级讲真，是啊也要分段温习功课吧。这当甚好，告辞告辞。那么我来送终呢，送礼到外头分段温习。
眼睛一刹那，山上靠前一背，今朝是放榜一家，靠相公，哗啦啦啦啦啦，谁去看放榜嘛？都是人兵分起，不想起呀，不呀，不够气呀！榜浪趟是500自家的名字，你竟然不去在。乃不去去看发榜么个陈师妹了，李大相信，大概他一看没有，搿朋友哪什么了？哈中校，中校，中校，门前两啥侪闻听见，三种思想了听外头，第三上呢喉咙八角听见在。哎呀，沈兄，哎，钟兄，哎，你落得去。你真是莫有去开发榜啊！哎呀，不要去在，不要去在，人多得来，干么干啥衣裳插花夹板打通反复上。哦，要中啦，来不去看还中的，去看子不中又不中，表不来不人过上来急吼吼的嘞。哎呀，那么也是，那么我不要去的吧？我去看么代表急吼吼着，闲话有道理。等了给他等吧，言之有理，轻手轻手，哈哈哈！多么什么了啦？8个人来的，兄弟德中公民8、6人侪要不得来，只听见悠悠叫个锣声，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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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慆侬要种菜，侬要种菜，你要种啥？这个路开过来，给他高声靠在门口分定的，悠悠叫嘛，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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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님哎呀呀，一靠一有这哇，啊，侬分钟啊，哎，看来侬话500面孔走起，我觉着，也是我就不得来着，搿么路声得一浪来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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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一路靠过来到给他高声靠在门停下来的，哎，老表了啦，老表了啦，张三阳要紧打出来，哎，我就是，该到神仙公有个，哎呦，来，神仙公高声，蛮好，到里向一，杀死自家一代善心人呀，神兵啊，不，神医大部要中来则中了，大概神师妹。不能呀，哎，那这个一位就是神仙公啊，谁是你呀？哎，不上去，这个恭喜神仙公，贺喜神仙公，山东济南神兵神东来呀，没，那该打一只羊毛毛了，现在，哪里啊？山东济南神兵神东来呀，哪里挨打？我要是把弄错的个，哦是你啊？啊，那么再来一遍啊，这个。山东济南神兵神东来呀，高中第7名今日啊，神队中第7名今日，神兵手里这个后一动飘香压的是跑天逃，得到的嘛，50年想得个功名啦。脑子里想生不够，现在听见中，倒是2张眼睛盯着，只会看门前，不会看两面去。我讲小声啊2样，中在。
上句说，真是无谓可做老的讲了那，都身边老人的航空，谁都当你的将台娘子啊，你们为我身边吃零七不靠住在哪来那个谁人分入空，我们天高龙门大好人为主来有金南山北上有红，哪来我能与即将风口里去走中，一身出息，一身出息，把你呀疯。到时身边立起身来，忙阵子外头，哈哒哒哒哒哒哒。搿老板有口不对话，哎哟，别出事体啊！有劲再出去，神相公罗大嘴，神相公罗大嘴，哈啦啦啦啦啦！哪能摘得了？身边哈哒哒哒，一个劈头奔到桥面上，两只手来勾浪一打，娘子啊，侬总在，娘子啊，侬呀天龙门，嘿，侬呀天龙门在，忙阵红里合龙大头。哎哟，街头啊，搿个味讲面真好听的，到底是金殿名头，哪哈听侪发杀眼角大。哎，搿个是张建定的张胖艺术，哎是个样听众们是来得欢喜的。嗯，对个。哎，我们上海评弹团也是名家荟萃哈。雷帕中的。没错，那去年2017年呢，正好是我们苏州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诞辰100周年。对个。那江浙沪各个院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那我知道我们上海团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哈。是个是个。有蒋月泉先生的生平展啊，还有就是寻找蒋月泉大型的纪念演出。还有呢，纪念座谈会等等，是吧？搿搭有这个幅海报，哎，随时我们纪念蒋介石伊拉是100周年诞辰的搿个这首海报，哎，啊，所以搿个去年2017年是100周年诞辰，大家侪举行了很多活动，哎，讲直播各个平台头，因为蒋介石大师呢。非但是江派艺术的创始者，还是我们上海平台头的职业创建者。哎，是的呀。而且你唱这个这样的一个流派了，可以讲让平台叫做影响叮当。是的。你的传承众多，可以讲江派艺术生生不息。没错，我知道我们上海团也有不少蒋派的继承人，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这个老头子，陈建国老师呢，就是江派艺术传承的佼佼者。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秦建国演唱的《忆蜻蜓厅堂夺子》。好的。啊呀，畜生！你好啊！西宫。不中来，
胸膛。相水间，少于你这种不孝子。我今朝打死你在厅堂，砰！啊，不能打，中红柔，出身非我样，这抚养的恩人必谁上？今日么寂寞命他相失去，为什么不与爹娘共采香？今日么相明是中意，为什么不把乡人并对娘？今日么爱当去把亲娘人，为什么不先告病而告当？今日么爱当生了亲生母，为什么把我们埋在沟中央？为什么厅堂设下牢笼计？为什么逼我们到此代家上？为什么代家上逼走了鸿门宴？为什么把爹娘当做了海绿帮？为什么要逼死爹娘在当上他小小的泥泞？天亮一上情，今日勾神你虚心肠，今日你我这大这畜生问你口音当大的么？
浩谈，嗯评弹艺术是代代相传哈，对需要不断的培养新人和传承书目。啊对那上海评弹团做了哪些工作呢？上海评弹团呢，哦哟，现在青年是很多，35岁以下的青年要占到2/3以上的了。哦，所以每次我们团里开大会啊，哎呀，生机勃勃。但是呢，年轻人他的艺术水准啊，他的这个舞台经验还是非常不足。没错。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加重培养。那么我们呢，上海评弹团的青年呢，一个是我们上海戏曲堂评弹班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嘛就是苏州评弹学堂来的，声誉还是不错的。上海评弹团呢有一个优势就是流派的这个传人还是比较多的。没错。所以呢，每个流派那个传承人也带一个学生子，拿一部经典书目手不里头，可以讲是一顶一。那么再有呢，我们也让青年更加增加自家艺术素养，多看各方面的艺术浪向的这个好个么子。所以每年8月份呢，大热天嘛，我们也举办培训班，请好的老师，各方面的艺术浪向的专家来搭到讲座，让他熏陶，还要考核，每年1季度要考核一次。所以青年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这个压力要变为动力。对，我们也先把你都讲。现在的传统文化形式实在好，党和政府包括观众对传统文化相当重视，而且呢，平台的观众哈了啥话，欢喜看新的人，而且新的人唱得稍微有点苗头是，搿个歌唱歌得来比老有唱不要结棍了，希望你多努力。我已经讲了，这样好的形式，现在都要努力肯定是有好的成果。说的真好，等于是你们积极为青年演员搭建舞台，让他们充分的展现自己。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白蛇的选曲《上金山》，就是我们上海评弹团的蒋派传人哈青年演员侯肖胜演唱，来，请欣赏。许是辣辣法海高速里向，听见江山白娘娘辣辣外头苦哀求，而且不辣法海反哺领什么？你哪边哪个我？那我哈会我是分听起。乱林，许动犯几次我心，我不该听信法海欧儿女，我不该么怪异三把时空我门，想我许昔日高考伶仃，清早过我前面渐渐的神，谁指望我许海文，手中接待真家生，一位双亲的下问，我怎能够是空门走了出家身？我想期望待我恩爱人缘，愤怒虚爱百关心，我怎能够是空门走了出家身？我想娘子许今生啊余愿，到来年3月要临，
本。到那日子，我需要得见亲儿面，将我儿后去灭春恩定，我们亲生不若难相亲，我怎能拒绝空门，走了出家身？倒不如从头袈裟去。哎呀，好是同乡，铁壁一般恩，我是欲出袈裟饭不能。不错不错，现在不错啊！江跑手你唱的米年蛋没浓的，米蛋浓是吧？哎，那高团，明年我们上海团有什么新的规划吗？哎呦，明年任务打蛮重啊的，规划打蛮多的。因为作为我们上海国有的文艺源头之一，也有交关个需要根据现在的形势配合任务。比方讲，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需要有相应的作品露出。所以明年呢，我们有一只新的叫现代的中片。大地情怀，搿只是现代的，所以呢，现在是重点节目。那么我们林徽因呢，为继续做修改，要修改地价。那么我们上海呢，是国际金融大都市。我们根据一本小说叫《东方华尔街》，要改编一个现代的中片作品。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这个上片工作也要抓住个经营。因为交关听众也反映啊，我们有很多好的演员了，现在上片做得少。听不当懂上片的书，不过年头，所以希望呢，我们明年了咯，我们是好的演员特别1级2级演员呢，起码里都要保证一定的量进行上片里去。所以呢，明年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包括培养青年还有明年我们希望和苏州电视市场有更加紧密好的合作。蛮好，小条街头啊，小条内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上海评论呢，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成绩啊！我们也感谢高团在除夕接受我们的电书场的访问，谢谢你。这样呢，这位大人要赶到上海来，我是感动的嘞。那么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我们给大家送上祝福，好不好？好的，那么祝苏州电视市场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凡事如意，多听苏州电视市场，阖家安康，福寿绵长。好。过年喜团圆，除夕享盛宴，围坐话甘甜，喜庆展笑颜。新年共祝愿，朋友常见面，友谊要保鲜，生意多赚钱，工作收入翻，爱情比蜜甜，快乐一天天，开心过大年。好，观众朋友们，今天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1期到这儿结束了。明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在这先卖个关子，我们明天再见。你做啥？你这样做句子啊做啥？没上不得嘛？啊？我辣木早睡的呀。啥的家？我想你吃不得上的嘛，我打你家别头里。我10字半日你来肚皮我。打后台比啦些。脑筋忙真狐狸精，阿东的。祝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